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同老晉繼續講商鞅被秦孝公逐出門外之後呢，佢乞求最後一次機會。其實之前嗰兩次呢，佢都係刻意為之嘅啫。佢係要明白到孝公心內真正嘅慾望係要稱霸於諸侯。於是商鞅今次就以目標管理、富國強兵為根本策略，終於就得到孝公嘅認同，拜為左庶長，專職變法。喺現今嘅管理法則同埋職場嘅定位呢，亦都係先要清楚老闆最想要嘅係乜嘢。孝公深知當時秦國嘅弱點，先天不足，地處西陲，土地貧瘠，又內憂外患，帝王之道呢係遙不可及嘅，要短期可見嘅成效先至係目標。咁商鞅呢就先要取信於民。喺開始變法之前，佢怕百姓唔信新法，於是就採用咗徙木立信嘅小策略，就係立3丈嘅木於各都市嘅南門，就同啲民眾講，只要係將呢個木徙移到北門者，就賞50金。終於有一個人係做到，而得到呢50金，於是就解釋到推行新法嘅意義啦。只要你係能做到嘅，必論功行賞。民生方面，佢係注意農業，廢封建，即係貴族唔能夠再私有土地，鼓勵開墾荒地用作買賣，建立戶籍，記錄個人嘅功與賞，係凌駕於一切嘅。咁軍事方面呢，佢去獎勵將士，突顯軍功，大幅增加職級。官職爵位係多至20級嘅，立功標準就如斬一敵手者晉級，呢個就係以首級一詞嘅由來啦。咁簡單嚟講，如果每戶佢又唔會農務，家中又無人服兵役者就等於完全冇晒社會地位，甚至乎係生存空間添嘅。咁最後就以法治為本啦，嚴刑峻法，禁私鬥，廢除世襲貴族特權，刑責嚴厲，人人平等。同埋呢個亦都統一咗秦文字同埋度量衡，文化就以法家為主，統一標準，易於管理。變法嘅成功，除咗商鞅之外就好多人忽略咗秦孝公對此嘅助力㗎，冇佢嘅目光同埋支持，為佢移除咗唔少嘅障礙係冇辦法成功嘅。咁即係話現今嘅企業要改革，就先要得到決策者嘅絕對支持，但亦都要取得執行者嘅充分合作，否則嘅話係會事倍功半嘅。咁商鞅功在社稷，最後提升為大良造一職。咁喺當時秦國嚟講就相等於宰相啊。咁孝公亦都守昭言館嘅諾言，變法成功者係會分封土地，咁所以就封咗商地俾佢，咁後人先至稱佢為商鞅嘅啫。咁孝公死後秦惠文王登位啦，咁所有敵對者，包括秦惠文王嘅老師迫不及待都向商鞅報復。原因就係當秦惠文王當太子嘅時候因為犯刑法，咁以當時法家治世就係難逃一死嘅。咁但係商鞅亦都考慮到處死太子帶嚟嘅後果，咁於是就以法之不行就自上犯之嘅理由去處罰咗佢2個老師，一個就割咗個鼻，一個就喺面上刻字。但係佢冇諗到太子同2位老師嘅深厚感情，即位之後就即刻問罪於佢啦。咁最終商鞅作法自斃。咁因為係冇戶籍證明啊，而令到佢逃生無門，終於就被禽車裂而死。咁但係秦惠文王即位之後仍然用商鞅遺留落嚟嘅所有法則。咁總括嚟講商鞅喺秦國嘅變法係空前成功嘅，因為當時秦國奠下咗日後統一六國嘅基石。
但係可惜欠缺人性化，佢自己都惹嚟殺身之禍。之後冇一個朝代嘅變化可以同佢相比咁成功。咁呢個呢，就只可能講此一時彼一時，同一個方法未必可以用喺唔同嘅年代。同其他變法者唔同嘅係，即使取得一定嘅成就，一有人事變動呢，就即刻分崩離析啦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歡迎大家留言討論。我係老進，下次再見。